華永會以永懷人生同善良人生為理念，將服務設施同慈善工作並重。我哋嘅年度慈善捐款計劃已經30年，累計捐獻超過港幣10億元，受惠人數更加係數以百萬計。除咗捐獻之外，我哋仲本住推動者嘅角色，希望做到1+1大於2嘅效果，推動更多受惠機構之間嘅合作，為社會帶嚟更大嘅效益。我寄予大家滿懷希望，同心創造未來。華永會以宣傳大使崇孝推廣中華文化，同透過墳場內色彩鮮明嘅壁畫、全新正向與句子示牌，一改墳場灰暗嘅形象，鼓勵正向積極嘅人生。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嘅第2個全新撒灰紀念花園，將以人生月台為設計理念，並推廣生命教育同德育元素俾大家。我寫咗嘅係關愛別人，善良人生。華永會一向致力推廣生命教育，我哋不斷同唔同嘅慈善機構合作，推動全方位嘅慈善服務。我哋近年更積極向大眾，尤其係年輕人，傳遞正向嘅生命信念，鼓勵大家善待生命。Be kind. Everyone is fighting a hard battle. 服務香港超過1個世紀嘅華永會，過去一直與香港人同行。喺未來嘅歲月，我哋將會本住永懷人生同埋善良人生2大理念，不斷求進創新，用心貢獻社會，服務香港市民，展現不一樣嘅華永會。Today is a gift.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. 意思就係話，今日係一個恩典，所以我哋要活在當下，珍惜活着嘅每一天。身為華永會嘅一份子，唔單止以新思維為社會大眾提供優質墳場設施服務，更加積極用心推動慈善同生命教育工作。所有同事上下一心，去創建同達到每一個目標。呢份用心貢獻社會、服務香港市民嘅使命感，係驅使我哋繼續向前邁進嘅最大動力。我哋深信人生因善燃亮，生命以愛頌揚。希望每一個人都活出正向積極嘅人生。每份美好是猜想得到，要認命亦太早。為時未晚，狂幻力挽，最寶貴的叫做時間。從來明日總有期盼，我信世界會動用善良，在瞬間仍然為時未晚，仍然少得璀璨。我信這一次不會被刁難，我與理想也許簡單。我是人，你是人，其實深信大家亦同樣要愛。以善永不止步，服務永不止息。華永善良30年，服務香港已達在。